因咩事凌晨4點都唔瞓喺條街度遊蕩呢？今日係晴晴飛英國去朋友婚禮嘅日子啊，連黃寶寶都醒咗同媽咪講拜拜啊！一路睇住個天光，好快就嚟到機場啦。雖然只係短短幾日，但係都有啲唔捨得啊。而我嘅重要任務就係屋企照顧黃寶寶啦。送完機就梗係喺機場食埋早餐啦。作為牧羊少年咖啡館嘅粉絲，梗係飲翻杯 flat white 先至走啦。真係醒神晒啊 ！T2 2號客運大樓最近開始啟用，驟眼睇呢度真係超親民啊，連兩餸飯都有喎。堂記要知佢貴唔貴，就梗係睇中湯嘅價錢啦。哇，仲有長過2架巴士嘅七仔添啊！根據指示就好快嚟到 T2 啦。哇，而家先6點幾，呢度竟然人山人海啊！真係唔可以睇小香港人出遊嘅能力啊！自助行李託運亦都引進新嘅模式，另外亦都有夾公仔機同扭蛋機，真係唔怕悶啊！餐廳方面超級親民，有小蜜蜂、騰仔山歌、牛奶冰室，當然仲有 M 記啦！見到呢個熒幕好似去咗新宿咁啊！見到咁多人，有時間差唔多，我都嗱嗱聲返工啦〜